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儲物室，有啲人叫佢做工人房嘅。洗手間係名廁，帶有浴缸浸浴，就非常舒服啦。飯廳可以4至6人飯台，客廳一邊可以放電視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，前邊就係個露台。望住就係翠綠嘅針山，呢個就係工作平台，可以做啲曬網嘅工作。第一個房間放咗衣櫃同埋床，對住就係樂園嘅景觀，遠處亦望到針山。第二間同第一間嘅面積相若，亦係兩邊放咗櫃，對住亦係翠綠嘅針山。